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4节。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混沌，也未成形，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讲：着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。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：这下水的中间就有宫窗，将水顶下隔开。上帝就做宫窗，将宫窗下面的水甲宫窗顶面的水分开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宫窗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上帝讲：天下面这的水就集中伫一所在，互大地出现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集中的水做海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地就有植物，会结籽的菜薽，甲会结果子内面有籽的树，各照因的种类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地就照种类生出植物，就是会结籽的菜薽，甲有种子的果子树。上帝看这做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3日。上帝讲：天顶的宫窗就有光体，来分别日甲暝，嘛做季节、日、年的记号。搁伫宫窗发光照地面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做2个大的光体，大的管日时，小的管暝时，嘛做星辰。上帝将因下伫天顶的宫窗，互因照地面，嘛管日甲暝，分别光甲暗。上帝看这做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4日。上帝讲：水内就生产真侪生物，地的顶面，天里的宫窗，就有鸟仔咧飞。上帝就创造海里的大鱼，甲水内生产真侪的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佮创造逐款飞鸟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赐福因讲：着生产，着加添，互海里充满生物，互地上的鸟仔生产真济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5日。上帝讲：地着生出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有精生咧爬的动物，走兽，各照因的种类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照因的种类做地上的走兽、精生，甲一切咧爬的动物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咱着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做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地上的精生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咧爬的动物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上帝赐福因，对因讲：着生产，加添真济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。上帝搁讲：我将全地所有会结籽的菜薽，甲一切有种子的果子树，拢互恁做食物。地上逐种的走兽，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伫地上所有咧爬的活物，
我将青色的菜色互因做食米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，有下远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第2章第1节，天地甲万象已经创造完成。伫第7日，上帝完成伊的工作，就伫迄日休困。上帝祝福第7日，定即日做圣日，因为伫即日，上帝停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。这就是天甲地创造的过程。